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15。希伯来书10章23节安尼讲：咱所毋望的已经有成立，但着坚固这个，生命无摇动。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息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的应允是信息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公义佮真实的上帝，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你的律法是真实，你的教示永远公正。求你赐阮智慧，互阮通活。主啊，阮专心求救你。求你应阮，阮要谨守你的律例。主啊，因为你有慈爱，求你听阮的声，照你公正的判断，求你保守阮的心。主啊，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赞，因为你的话的应允，要将阮救活。主啊，阮所毋望的已经有成立，阮要坚定持守这个毋望无摇动，因为你应允阮的是真实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应允咱的是真实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